港鐵李先生咧解釋嗰幾個方案嘅問題，我簡單嘅介紹得啦。好啊，多謝各位高女士主席朱生。其實咧高鐵項目咧係主要係一個隧道嘅項目啦，全程咧就26公里嘅香港段嘅。咁長嘅隧道裏邊咧係需要有2個設施咧就必須要做嘅。第一樣咧就係一個緊急救援站。呢樣嘢係咩嚟嘅咧？就係如果個列車喺個隧道裏邊有乜嘢意外發生嘅話，係需要救援人員咧就盡快落得到去隧道裏邊做適當嘅拯救，亦都容許乘客咧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咧就出翻去路面嘅。咁呢樣嘢係必須要，亦都係要求嘅消防處嘅要求嚟嘅。第二樣嘢一定要有嘅咧就係一個列車停放處。大家想象一下。高鐵列車喺內地大城市度行咗幾千公里嚟到香港，當佢喺西九龍總站嗰度放低咗乘客之後，佢係需要有個地方做咗必須要嘅測試啦，睇下啲零件有冇係仲係安全啦，仲有少量嘅維修啦，同埋啲清潔嘅嘢嘅。咁係完善咧，係需要揾一個地方咧係做呢一樣嘅設施。咁如果我哋將2個設施擺埋同一個地方嘅話咧，咁喺收地嘅影響方面咧，係同埋對附近人嘅滋擾咧，係可以減到最少嘅。因為無論我哋係需要邊一樣設施咧，都一定有幾樣嘢一定要考慮嘅。第一係馬路嘅接駁啦，第二係救援部隊點樣去得到啦，同埋有部分嘅譬如電啊、水啊各樣嘢咧，係2個設施都需要嘅。所以如果將2個融合為一個嘅話咧，係無論對乜嘢方面咧，都係可以將個影響減到最少。咁我哋喺咩地方係擺呢2個設施咧？我哋完善咁揾咧，就揾到係最適當嘅咧，就係喺石崗呢個地方。咁其實咧我哋呢條走線咧，除咗講過鐵路嘅營運嘅安全啦，對社區嘅影響最少啦，仲有其他嘅因素我哋要考慮嘅，就包括地理環境啦。頭先朱生講過話一籃子嘅考慮咧，就係呢幾樣啦，就包括地理環境啦，因為始終一個咁廣闊嘅地方咧，先至可以容納咁多列車喺度停泊嘅。另外啦，我哋需要一個地方咧，係俾救援部隊落去啦。呢個地方最適合咧，就喺深圳同埋西九龍2個地方嘅中間點或大嘅中間點啦。咁無論列車喺邊個地方有事嘅話咧，都可以盡快去到拯救。呢樣嘢其中另外一個考慮因素喺度。第三咧，就要有馬路嘅接駁啦。無論係俾我哋工程車輛出入啦，或者係消防嘅通道啦，如果係有需要嘅話，消防一定係盡快去得到，所以一定要希望喺2邊都有消防車去得到。無論係任何一條馬路，如果係有咩擠塞情況嘅話咧，另外一條馬路都可以容許消防車去到。另外仲要需要個地方比較低窪啦，因為隧道要爬翻上嚟，咁樣拯救方面咧就更加方便。咁我哋考慮咗各樣因素之後，同埋平衡咗對社區嘅影響，點樣可以做到最少呢？我哋認為而家呢個方案呢，就平衡各個因素之後得出嚟係比較可行嘅一樣嘢。咁我哋都聽到各位呢有幾個唔同嘅選址嘅考慮，我哋其實都睇過呢幾個選址，或者我好快速咁樣俾大家睇睇啦。呢張圖咧就係一個空中嘅圖啦，空中望落嚟嘅圖啦。呢一個咧就係菜園村嘅地方，呢個係機場。而家我哋嘅選址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地方。呢個地方咧就係泊列車嘅地方啦。咁但係點解到都需要呢個地方咧？大家想象下條隧道喺地底度，當佢需要爬翻上嚟地面嗰度嘅話咧，佢係需要喺地底度。第一，呢條係主線，係一路通往內地嗰條主線。佢要離開咗條主線，喺隔離一條新嘅線路，然之後先容許佢爬咗上嚟，然之後將個列車駛橫一邊，然之後停泊嘅。所以咧，其實由呢度至呢度咧，都係新嘅隧道，喺條主線嚟嘅隧道。當佢爬上嚟嗰陣時，然之後再分散泊車。咁呢一段咧，其實都要喺頂嗰度挖落去嘅。咁我哋而家需要嘅地方咧，就唔係淨係泊列車嘅地方，係仲要需要埋俾架列車喺地底度爬上嚟嘅地方。所以當大家考慮嗰個選址嗰陣時咧，其實係要考慮埋呢一度都要喺頂嗰度收落去，亦都需要影響到喺呢附近居住嗰啲市民個地方咧，亦都要徵收嘅。咁我聽過大家嘅意見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都做咗一張圖咧，或者比較容易啲大家睇到嘅。呢個
圖咧，大致上咧就係而家我哋選址嗰個大細嘅情況。當如果我相信你哋提過其中一個位置咧，就係喺呢一個位置度。咁如果你擺翻呢一個落去，咁呢邊咧，咁樣咧條定線咧，擺個位㗎。我哋唔係擺喺嗰個位㗎。無論係嗱，而家呢度咧就比較難以比較一下你哋認為嘅地方啦。嗱，大家唔好咁執着話個正確位置喺邊度，好唔好？好啊，我諗不如就到呢度啦，好唔好啊，李生？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如果我哋希望就係官民對話嘅，如果你咁樣話，第一句説話唔好咁執着啦，或者喺嗰度啦，或者呢個地方唔適合啦，我諗我哋希望嘅就係重新選址、重新諮詢。我哋希望你係有一個完整嘅、全面嘅一個報告，真係講到俾我哋聽點解你邊3個位作為一個官都答唔出啦，係邊3個位我哋揀嘅呢？如果你咁都代表係咁樣就回答我哋問題，未免係咪草率咗少少呢？即係我哋今日唔係第一次同官開會嘅，我哋好努力，即係晚晚唔瞓覺喺度睇地方，行到你腳都軟。我哋行到腳都軟，發晒燒啦！我哋差唔多呢個關注組裏邊一半人都病咗，我哋做晒我哋嘅準備，希望你都準備咗，再同我哋交代。